孫中山領導同盟會成員喺廣州市發動推翻清政府統治嘅武裝起義，洪聖教頭同盟會員李素率民軍攻入佛山清兵兵營，一舉光復咗佛山。洪聖宗師們嘅反清夢想喺呢一刻終於實現。由此之後，洪聖館亦都逐漸成為一個紅色武館。喺多次嘅中國革命運動當中，都有洪聖傳人積極參與嘅身影。錢維芳同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關係密切，廖仲愷多次親臨洪聖武館商討工作，亦就喺呢段時間，周恩來開始接觸蔡理佛呢種權術。周恩來、錢維芳、廖仲愷，佢哋經常咧都一起活動嘅。凡有活動嘅時候咧，佢哋都少不了傾到武術，咁啊要講翻幾下啲防身嘅嘢。講洪聖館啲功夫點樣用法，咁嘅時候佢哋咧，廖仲愷同周恩來都有玩。佢哋玩嘅時候咧，就將嗰啲都係比較扼要啲、重要啲、貼身啲嘅嘢嚟到玩嘅。1937年，日軍攻打上海，戰局極為不利。8月底嘅一日，抗日軍隊裏邊嘅武師們一起商議如何抗擊日軍。喺呢個時候，一名武師企咗出嚟，當眾耍咗一套刀法。佢就係洪聖館嘅三傳弟子陳毅霖。呢度蔡理佛嘅刀法經過精簡改良，再成為咗日後收到奇效嘅抗日大刀隊刀法。日本仔一聽見大刀隊出咧，都震嘅。總之嗰把刀一上咧，做乜都斬嘅。斬馬啊、斬人啊、斬槍啊、斬兵器都斬嘅。所以咧嗰陣時咧叫大刀隊，因為呢個咧係我哋聽我哋個師叔講嘅，因為佢係做過啊嘛，響韶關教過呢個大刀隊嘅。以前咧19路軍啊，咁抗日戰爭嗰時嗰幾路軍隊好多隊都係，即係都係大刀隊嘅。咁佢摸營嘅時候咧，佢咁樣講，即係月黑風高咧，係睇唔到嘢噶嘛。每一個人都帶一把刀，但係入到營裏邊咧，將自己所有嘅衫同褲除晒嘅。咁一摸都唔係，即係唔係指人，即係佢有着衫嘅就斬落去啦，咁啊冇錯噶啦。咁所以呢個係好似好笑話，但係又好實際嘅。喺佛山，洪聖館已經係一股不可忽視嘅力量啦，但係佢嘅內部亦都悄然咁樣開始咗變化。連年嘅征戰，大批骨幹相繼犧牲。一啲富商權貴就趁機開始用資助等方式滲透到館務。抗戰勝利之後，嚟自廣州嘅國民黨警探探長李彥良一度把持館務，大批嘅成員退會，洪聖館嘅規模一下子就銳減到只係得翻幾十人，衰落已經係不可避免㗎啦。解放之後，同全國其他武館一樣，洪聖館亦都停止晒所有嘅活動。呢件事讓陳毅霖都好失落。一日上午，兩位政府官員揾到陳毅霖，叫佢整理一份關於洪聖館嘅歷史資料。讓陳毅霖感到驚訝嘅係，據說呢個竟然係嚟自周恩來總理嘅指示。佢兩個去咗之後咧，就講明咗來意，就係話周恩來指定我哋嚟咧就要收集洪聖館嘅資料。你哋以前對革命係有貢獻嘅，肯定咗你哋嗰啲好似吳騰啊，嗰啲一大幫嗰啲啊，嗰啲事傾過呢件事之後咧，佢就同我哋講啦，佢話呢處洪聖館有救啦。但係命運同洪聖館似乎開緊玩笑，事情並冇好似陳毅霖希望嘅咁樣，洪聖館仲係冇復館，100幾年嘅傳承就咁喺佛山休止啦。但係陳毅霖並唔知道，就喺冇幾遠嘅另外一個地方，蔡理佛正喺度孕育住第二次嘅生命。講起蔡理佛喺香港嘅發展咧，
開頭嘅就係好艱難嘅。國民黨撤出中國之後，佢國民黨裏邊嗰啲教官咧都嚟咗香港啊。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係組織一個武術團啦。即係嗰陣時誒咩茶樓工會啊、油漆工會啊、產出工會啊，甚至係好多工會產出咧就係喺船上做嗰啲咧好危險噶嘛。咁所以咧嗰啲都係我哋翠佛嘅人喺度教多啲碼頭啦、屠房啦。咁大部分都係喺佢咩即係工人階級裏邊着想去入手去教。咁當然啦，學咗之後出嚟，咁佢都唔係個個教功夫㗎。但學咗功夫之後咧，佢覺得係有力啊，做嘢好啊，咁啊變咗咧就好多人學。上個世紀60、70年代，功夫影片嘅興起，極大咁樣激發咗香港社會對習武嘅熱情。一批原本喺工廠碼頭做事嘅蔡李佛傳人，開始進入電影行業。洪聖蔡李佛等一批以蔡李佛為題材嘅電影，亦都逐漸走紅。洪聖蔡李佛流傳至今還有，今在香港輩分最高者為四川。1971年，香港中國國術總會第一屆搏擊擂台賽開賽，蔡李佛以剛勁兇猛、實戰性強嘅特點喺擂台賽上邊技驚四座。因為都好多門派香港，但係蔡李佛就係比較踴躍去參加打擂台，成績係 OK 嘅，優異嘅啊！因為好多屆我哋喺香港打嘅擂台賽，贏嘅都多數係蔡李佛。喺香港都打咗幾年，由73年我打到78年，咁啊每一年都參加4次，打咁多場都未輸過，一路都贏落去。實戰性強嘅特點，仲令蔡李佛成為咗多國軍警部隊嘅防衛拳術。蔡李佛咧係你踢打摔都有㗎喺裏邊，譬如話佢